过来看北检侦办民众党主席郭文哲政治献金这案。20的时阵，传唤民众党台北市议员陈佑成到案来说明。迄天，伊挂一支乌青的目镜接受访问，不过所向发现讲，伊挂的目镜是有录音甲录影功能的智慧目镜。有网友就质疑讲，伫咧精神的时阵，若是录音录影，可能会有违法的记录。因那陈佑成伊是背回讲，伫咧应讯的过程当中，伊并无挂迄支目镜，敢若伫咧受访的时阵才有挂，伊所有的行为拢有符合规范。好，大家辛苦了，谢谢。穿西装挂乌青目镜，就是民众党台北市议员陈佑成。伊20号北检约谈完成报道了，去伫楼顶应讯。大概1点钟了，陈佑成结束侦讯，对楼顶落来，目镜小调一下，接受媒体访问。基于侦查不公开的原则，我没有办法在这边透露刚刚协助检察官跟调查局完成的这个证人的项目。陈佑成是因为郭文哲政治献金的案件，和北检以证人的身份传唤。不过，伫代志过3天了，伊人尊挂的目镜所予人质疑。网红四叉猫发文讲，陈佑成迄天挂的是Meta智慧目镜，有翕相、录影、通话功能。有网友就质疑讲，那侦讯期间录音录影，恐然是违法。如果没有得到检察官或书记官的同意就予以录音录影的话，那本身涉及到了刑法的妨碍秘密罪，而且呢也违反了个人资料保护法。对此，陈佑成发声明澄清，讲伊只是伫咧接受访问时阵有带这副目镜，伫咧应讯的时阵，现场本身就有录音录影，用个证明伊迄当阵无挂这副目镜，拢有配合检调，所有行为拢照规定。希望能够让里面的检调是可以看到这边人的决心。伫进前，陈佑成参加公开活动时阵，大部分拢无挂目镜，这回伊挂新的目镜，无想到讲时机正敏感，互大家讨论。记者综合报道。